我就諗翻起當初2019年係我第一個 mini show mini concert。咁嗰陣時其實都好似得一隻自己嘅歌喎。咁跟住Raymond 寫嘅《二期大樓》。咁跟住我就其實嗰陣時參加完全民造星，跟住有呢個 mini concert 啦，之後我就其實都訂立咗個目標俾自己，就係咁我要做一個唱作人。然之後再慢慢地就係定立一個目標俾自己，就係我想開一場演唱會係全部歌都係自己創作嘅。咁跟住去到今天2026年，終於實現咗呢一個目標。咁係要多謝大家嘅一路以嚟嘅陪伴，俾咗好大嘅力量我。有陣時可能我即係做創作寫嘅一啲歌嘅時候咧，我會諗其實可能喺香港呢個市場未必太多人中意聽我咁樣。咁但係就係大家一路以嚟陪伴住我，又好似俾咗一個勇氣同信心俾我，就係覺得咁你想做你就去做啦，唔會有人 back up 我嘅。我經常都有一個咁嘅感覺，所以好多謝你哋一路以嚟嘅陪伴。咁所以出道到而家一路經歷嘅嘢，同埋同大家一齊行過嘅路，已經一點一滴咁樣變成咗我嘅回憶啊，我嘅養分啊，同埋喺我成日想放棄嘅時候咧，就會諗起呢啲畫面，然之後就覺得我應該要振作。咁喺我即係有陣時，都唔係有陣時，以前啦，即係會試過我想唔再做呢一個路啦，即係唔想實現呢啲目標，即係有少少搞不懂嗰時期咁樣咧。咁跟住我就係又係諗起大家，跟住又覺得咁要繼續努力。咁然之後又可以行到去今天。咁以上所講嘅就係想表達啲咩咧？就係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，咁我都可以咁樣做到。自己訂立咗一啲目標，跟住可能有挫敗跌過，想過放棄，咁但係繼續行落去，繼續做，就好似會慢慢見到曙光。咁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可以。大家加油，我哋一齊加油。好，嚟到最後一首歌啦，跟住大家就要安全回家啦，自己小心注意安全。最後一隻歌係《仍在》。仍在窗邊一張相燈。
拜拜，大家。